哎呀哎呀哎呀！公主，公主，好痛啊！金公主，你还好吗？崴脚了，实在是动不得了。黄公子，快帮帮我！哎呀！你的脚无大碍吧？可是哎，殷公主，有蛇！在哪儿？公主，你好动啊！有蛇就在那儿，有蛇！黄公子呀！姐姐，这哪里是蛇？就是蛇，这是条藤子，你看。不是蛇。这还真有点像蛇。蛇在哪里？在这儿。原来是树藤啊！上次被那毒蛇吓得魂儿都没了，见到这种软塌塌的东西，就以为是蛇呢。没事就好。黄歇见过树公主。月儿，你看他大惊小怪的，肯定把这书呆子吓得够呛。我哪里害怕？我是来救你们的。哎，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啊，我们在这帮月儿呢。月儿告诉我们，这些野菜名叫紫苏，这嫩叶儿或鲜食或做汤，味道都特别鲜美。若还有多余，可以晒干了存起来。你看，这满园子的紫苏长得多茂盛啊！我们想多摘一些，待会儿给膳房送过去。哟，黄公子跑得那么急，我还以为是谁掉进火里水里了。殷姐姐真好笑，我们大伙都在这儿平平安安的，谁能掉进水里火里呀？若不是这样，那黄公子是要赶着讨好哪位公主啊？殷姐姐说这话是何意？月妹妹，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。黄公子喜欢的人，定是与你无关。前2日你不是还亲口和舒妹妹说，你根本就不喜欢黄公子吗？我喜不喜欢黄公子，与你有何干系？你若对他无意，就应当以实相告，免得黄公子云里雾里的巴望着。月儿，他的话可当真？仔些不信。黄公子，不妨问问别人。舒妹妹可以作证。你用不着费事了。我是说过，又怎么样？哎，月妹妹，等等我！哎呀，你小心啊，月妹妹。黄公子恕罪，燕儿对人一贯以诚相待，不愿黄公子被他人蒙骗，却浑然不知，所以只得实情相告。多谢殷公主以诚相待。可是我自小只喜欢芈月一人，别人就别枉费心机了。晋上何德何能，让仁兄如此厚爱呀？这些都是小意思。在下前来，是想送晋大夫一场大富贵。府上有好酒，你我边喝边谈。请。来，请。晋大夫，请。晋大夫府中处处清雅，低调内敛，与楚国其他府地的奢华张扬相比，显得清雅不凡。嗨，公子您说笑了。晋上虽然也出自芈姓，但远不如昭景区3族。哦，怎会如此？我在秦国就听说晋大夫是楚国难得的人才，怎么会玉璧蒙尘呢？唉，生不逢时啊。朝堂之上，唯有屈原等人蛊惑大王，大王又格外信任屈原，言听计从。惭愧呀！即便如此，
在下以为大夫之才如追在囊中，只缺一个机会而已。不知这个机会何时能来？机会就在眼前，但要靠大夫自取。哦，愿闻其详。我秦国一心要与楚国交好，但你们大王因屈子等人劝诱，犹豫不决。如果大夫能成全此事，那今后满朝文武，谁人不对你刮目相看呢？当然了，嫩猪出土要靠春雨相助。听说那南后宠冠后宫，又一向与敬大夫交好，何不让他帮个忙啊？听公子及一席话，茅塞顿开。多谢提点。来，请。请。南后，您的那个同乡靳大夫来了。说是同乡，明明与我家还离着180里地。不过在这宫里也算亲的了，让他进来吧。是。上官大夫进上，拜见南后。赐座。谢南后。有些日子没见靳大夫了，不知最近在忙于何事？郢都之会，列国即将到来，朝堂上下个个忙得目不交接，微后更是不会让微臣有片刻的闲暇。郢都之会与微后有什么关系？列国争相与我大楚结亲联盟，舒公主是微后的掌上明珠，已到了出嫁的年纪，微后自然让微臣特别的留意。这提亲者中，可有微后中意的人选？舒公主蕙质兰心，冰雪聪明，在诸国公主中声名显赫，慕名而来者如过江之鲫。但在微后眼中，恐怕只有赵国国君赵侯雍一人。不过呢，秦王对舒公主也是情有所钟，想与我大楚联姻，结成秦楚之好。秦王还特意让微臣给南后带来了一份厚礼，还请南后笑纳。秦国那穷乡僻壤之地，能有什么好东西孝敬我呀？呈上来。也不是什么稀奇之物，不过大而已。啊，请南后关上门，拉上帘子。这究竟是何物？竟如此稀奇！这就是在西域名声大噪的夜明珠。大王到！大王，你可算是来了。怎么，爱妃才1日不见寡人，就急不可耐了？大王1日不来，这殿中少了王者的气息，臣妾是坐立不安的。寡人身上的气息，真有那么好？臣妾只要闻到大王身上的味道，便难以把持。奇女子，大王莫急，臣妾给你看一样稀奇的东西。难道在这世上还有比爱妃你更稀奇的东西？你真坏！
大王请。这是秦国献上的西域珍宝夜明珠。好东西，果然是个好东西。秦王对大王如此恭敬，大王是否也应该给他一点面子？此事麻烦得很。那个秦王现在想要与我楚国联姻，每日缠着求见，弄得寡人心里很是烦恼。这还不简单吗？楚国公主多的是，随便指派一个给他便是了。眼下我楚国正要与其他5国结盟来对付秦国，这个时候我怎能与秦王联姻呢？更何况这个秦王指定要娶的还是我楚国的嫡公主。这可就难了。嫡公主只有一个，既然5国要和楚国联盟，嫡公主看来只能嫁给他们了。不过秦国也是大国，怎能随意开罪呢？是啊，现在最好就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让那个秦王知难而退。臣妾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不知可否？什么办法？果然是个好办法，你不愧是寡人的锦绣智囊。谢大王。寡人要好好的赏赐于你。那大王要怎么赏赐我呀？你说寡人要怎么赏赐于你啊？我不知道。姐姐先来。这2日宫里可热闹了，据说各国君王开始派使臣带着重礼来面见大王，人来人往的，可忙坏宫里人了。他们进宫说的是面见大王，可心里不定打的什么主意呢。姐姐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他们打的什么主意啊？姐姐说呢？我不明白。姐姐是装不明白。他们可都是来向楚国嫡公主求亲的。姐姐还不借机到前面大殿去探探究竟，说不定与哪位君王就真有缘分呢。你一味混说，越说越出格了。妹妹也是为姐姐好，嫁人不比选衣衫，可由着性子更换。若是不投气，这辈子岂不都委屈了？也是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人人都说秦人虎狼之人，可上次你我在东市见到的那个秦国生意人，却谦谦君子，英武得很。姐姐对那老伯真有意啦？你老是叫人老伯，可舒儿明明看他没那么老。再说，人家救了我们的性命，应该也是一个有仁有义的男人。萍水相逢，这种有仁有义也算难得。不过要配姐姐嘛，总得左手挥笔安天下，右手持剑定乾坤吧。舒公主，舒公主，你这丫头疯什么呢？大王要在大殿给公主招婿呢，而且还听到一个跟舒公主有关的大笑话。跟我有关的笑话？是何笑话？听前面的人说，大王打算召秦王今日午后进宫。召秦王进宫，与我有何干系啊？当然有干系。大王命膳房的眼女，就是那个宫里丑陋出奇的厨娘，扮成嫡公主的模样，在楚宫大殿跟秦王相亲呢。真的？婢子倒想编排，可是也编排不出这等故事啊。亏得大王想得出来。不知那秦王会如何去应付那丑厨娘？弄不好会闹出些鱼目混珠的事来。那秦王怎么会娶个丑女当王后啊？这难讲，她可是当今楚国的嫡公主呢。秦王，
一方山水养一方人，难怪处女娇美多情。妹妹，那个秦王怎么那么面熟啊？哪里是面熟？他明明就是那个搭救你我的秦国生意人。为了楚秦联姻，秦王千里迢迢来我郢都，足以表明诚意。只是这婚姻全凭缘分，不知舍妹与秦王是否有缘呢？久闻楚国嫡公主兰心蕙质，花容月貌，嬴驷倾慕已久。今日舍妹恰巧在宫中，秦王若不嫌弃，寡人把她唤来一见，可好？嬴驷三生有幸，愿一睹嫡公主风采。请淑公主来。是。楚王，请。秦王，请。他说他是来相亲的，原来是来相你的。哎，姐姐，你看，你看，这就是你呀！肥面宽鼻，粗手粗脚，头大如斗。你看，他胖的都没下巴了。姐姐，这可是你呀！讨厌！楚国嫡公主芈姝拜见大王。秦王。今日嬴驷大开眼界，令妹果然天赋迥异，四德绝佳。啊，秦王口中的四德，可是《周礼》所言的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。舍妹淑儿自幼在宫中悉心教养，四德自然是不会差的。此四德非彼四德也。令妹是饱德、饿德、热德、冷德。秦王此话怎讲？令妹体魄健壮，耐得饥饱寒暑，粗音大嗓，说明内气充沛。再看双手，寻常宫中女子都是纤纤素手，青葱玉腕，令妹之手却粗壮、红润、有力。这气味，这浑身气味是油烟柴薪之清香。齐公主该是精于煎熬繁制之烹饪高手。都说当年齐桓公的庖厨易牙，厨艺无双，只怕他若在世，也羞于与令妹比肩。秦王真是说笑了，淑儿先下去吧。是。秦王目光犀利，识人有术，寡人佩服。本王与楚王之嫡妹果然有缘，望楚王能成人之美。秦王，你当真要娶那个她吗？既然她就是楚王的嫡妹芈姝，本王别无他求。这大殿之上，君子一言，可不能反悔啊！那是自然。本王要娶的就是楚国嫡公主芈姝。
来，楚王，来，秦王，请。原来那老伯就是秦王。那秦王修剪了胡须，竟然一表人才，气宇轩昂。只是他怎会如此糊涂，竟不分美丑，被王兄戏弄？姐姐这样痛心疾首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真的中意那秦王了。秦王有何不好？秦王自然是好，可他在大殿对大王信誓旦旦，要娶的楚国嫡公主，可是那个浑身柴薪清香、善于烹调的胖秘书呢？那他是中了王兄的圈套，说不定他就是看中楚国嫡公主，厨艺了得呢。你平日里姐姐妹妹的叫得那么亲热，如今我是热锅之乙，你却在一旁看热闹。好了，姐姐莫急，你说，你要我如何帮你才好？得有人出宫，告诉秦王实情。这有何难的？此事交给我了。子歇，哎，子歇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不去哪儿。既然你不去哪儿，正好给我帮个忙。你那样厌烦我，为何还要来找我？你这个呆子！我找你，就是因为我有了麻烦，要找你帮忙。听不明白。你是君子，假如不是因为与我赌气，你怎会不明白？我黄歇前生前世就是欠你的。说吧，又有何麻烦了？不是我有了麻烦，是舒姐姐有了麻烦。你得带我出宫一趟，去见一个人。那我得考虑考虑。谢过黄公子，走吧。这策论十分要紧，劳烦你带我去面见大王。大王忙碌天下之事，哪有功夫看你的东西？这策论就是天下之事。走，不可以貌取人，要么代为转交，你认识？不可对读书人无礼。你们快就快在不读。走。张子，你的伤还未好，怎么就跑到这儿来了？张仪一肚子历史谋略，无奈世人有眼无珠啊！哼，张子若有文章策论，子歇愿为转之。张子，这是黄公子黄歇，太子陪读。这是张子，曾为令尹朝阳的门客。哎不，朝阳不提也罢。朝阳待我如贱奴，我视朝阳已如仇敌，都过去了。可叹这身衣裳逼得张仪走投无路。魁姑正在为张子做一件新衣，你何不耐心多等2日？等？我张仪年庚已过40，一事无成，度日如年。黄公子，那就拜托了。我和月儿正好要去见秦王，若是张子不嫌，可一同前往。对啊，你的锦绣文章也可以让秦王看看。不可，行医看病讲究对症下药，在下的文章是专门写给楚王的，都对秦王没有用。不管怎么说，一同去吧。王兄，咸阳送来大良造公孙衍的急信。出什么事了？
年初，义渠国那边旧王病故，立了新王翟离。义渠国的王叔对此耿耿于怀，为此准备带着重礼到咸阳拜见寡人。义渠国年年搅扰我大秦边境，是寡人的心中大患。公孙衍提议借义渠内讧之机，灭掉他们的气焰。看来，寡人不得不马上离开郢都，回咸阳一趟。但这秦楚联姻之事，楚王已经答应将嫡公主芈姝许配给寡人，寡人正好回咸阳，在6国结盟之前，准备一份厚厚的聘礼送到郢都来，看那楚王如何收场。王兄，那贾芈姝实在是丑得吓人呐！放心，只要那楚王有胆量嫁，寡人就有胆量娶。大王，外面有人来访，说与楚国公主有关。我去看看。小丫头，怎么找老伯找到这里来了？庶民曰眼拙，竟不知那日的救命恩人就是秦国大王。不必多礼，贵人们无恙便好。老伯修过胡子，以真面目示人，果真一点都不显老。啊，这是皇公子黄歇，这是张子张仪。大王，大王，屈子高徒，太子伴读，本王久仰大名。大王客气，虽是初见大王，但秦王之名天下皆知，一代雄杰，黄歇佩服。秦国自商君变法以来，国势日彰，诚邀天下士子入我咸阳，共谋天下。那屈子名动九州，寡人正思量，若诚邀屈子，不知他是否肯屈尊入秦。楚国乃屈子之父母之邦，恐怕师父不忍背弃。不错，如今楚国势强，屈子身为左徒，深受楚王信任，力图在楚国变法，前途无量，何必千里迢迢远去秦国？然世事盛极必衰，如今楚国朝堂之上，极恨屈子的大有人在，拥护变法者甚寡。更何况楚王为人优柔寡断，只怕一日翻脸，屈子便朝不保夕。身为旷世之才，屈子难道甘心在庸君手下做一个庸臣？男儿生于天地之间，自当纵横天下。若是一举能动诸侯，一言能平天下，岂不快哉？秦王对我楚国宫中之事仅知一二，就此推论，恐怕有所偏失。寡人知道，秦国能给屈子的，楚国也都能给屈子。但寡人今日会给屈子2个字，是楚国一世都给不了的。敢问是哪2个字？请黄公子转告屈子，那2个字是痛快。楚国绝对不能给屈子痛快。小丫头，你说寡人的话对还是不对？对，也不对。怎么讲？说给别人或许是对，但说给屈子，那便是不对。玉儿说的对，大王让黄歇转告屈子2个字，只怕屈子亦要还大王一字。何字？忠。子不忠父，乃为逆子；臣不忠君，终为二臣。好，寡人明白了。人各有志，不能强求。请黄公子转告屈子，若他日在楚国有什么委屈，无论何时，秦国的大门永远为屈子敞开。如此，多谢。小丫头，
小丫头来找寡人，只怕还有别的事吧？玉儿受人之托来告知秦王，那日入宫相亲，所见嫡公主米书，并非真米书。何人托你来传话的？秦王该是心里有数。那他为何不亲自前来告知？身份尊贵，岂能随意与陌生男子相会？上次寡人受人恩惠，一直想将他物归原主，但不得时机。不知小丫头可否帮忙？秦王放心，我定会让这块方巾物归旧主。好，无事，那我们先告辞了。哎，张子，张子，不与我们一同走吗？我可以走，但只怕我这一走，有人会错过一个人才，错失一次良机，那事情可就大了。所以你们先啊。啊，那我们先告辞了。唉，张子为何事而愁？为何事而愁？眼看着一桩好事就要付之东流，我当然发愁了。张子此话何意？秦王雄才大略，眼下楚国打算和五国结盟，秦国又想和楚国连横，这嫡公主芈姝的婚事，于是就成了五国与秦王之间的赌注。但是我只怕秦楚联姻之事难遂秦王之心愿呐。你看，屈子虽为贤臣，但明珠暗投，楚王好色，晋上奸佞，昭阳刚愎自用，再加上后宫威后弄权，郑袖贪婪，这连横之事只怕凶多吉少啊。张子此言众所周知。是，这些众所周知，但大家并不知道，那嫡公主倾心的是秦王。只要秦楚能够联姻，秦王能娶了嫡公主芈姝，这五国结盟不攻自破。张子此话，寡人早已明白。秦王心中虽明白，但也束手无策吧。要不然来了楚国这么久，为何拖着迟迟不见你？拖在这客栈，又为何给你弄了个假公主啊？这一切都说明其中有蹊跷。但是秦王你人生地不熟，没有一个人替你疏通阻塞、铺路搭桥，对不对？此话倒是不假。我愿意做这个人，我张仪愿意促成秦楚联姻，促成大王抱得美人归。可是，张子凭什么夸下这海口呢？凭什么？就凭我这3寸不烂之舌。寡人看得出张子手头拮据，给你20斤，去自谋生路吧。秦王是把在下当成沿街讨饭的叫花子了，还是四处招摇撞骗的小人了？啊，20斤，200斤，2000斤又如何？我张仪服的是贤君明主，图的是江山社稷，再多的钱财在我张仪眼中都视如粪土。唉，可惜啊，这点不是人人都能懂的。告辞了。等等，既然张子
志向高远。那好，寡人就与你2月为期，看看张子的本事。2月就2月，2月之后，我让你看看张仪是如何让5国郢都会盟之事化为泡影。好。哎，寡人给你10金，去买身衣服。事成之后，有意思。那秦王气度纵横开河，气贯长虹，若能与他做天下之争，也算是平生一快。那张子自叹怀才不遇，可为何见了秦王，却根本不提这策论之事？张子不是说了吗？这策论是专为楚王而写，与秦王无用。把包袱拿来。干什么？我要看看张子的策论中究竟写了些什么。不妥，此举非君子所为。你是君子，我不是。拿来。月儿当然也是君子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给我。何事让你如此高兴？玉女论：君子于玉，比德焉；帝王于玉女，比美人焉。天下美女，风情各异，有眉如翠羽，肌如白雪者，有腰如束素，齿如含贝者。这个张子简直不堪。有何不堪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嘛。给我吧。哎，你真要把这东西转交给楚王？当然了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嘛。这种奇谈怪论，不知楚王看了会说些什么？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言书，却生得一缕孤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你水暖，为谁寒？换不回一人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心诉，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。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，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心，恨如骨，生死再相负。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。愿为你永生永世。
妹妹，你见到秦王了吗？自然见到了。那秦王怎么说的？他说，要你去见他。秦王怎么会？妹妹吓你呢。嗯，怎么，你真的想去见他？不跟你说了。看你那神色，口不对心的。拿去，这是他托我还给你的。有劳妹妹啦。给你。哎，这不是我的方巾，让我看看。这是秦王的名字。那要不要我再去一趟，把方巾给姐姐换回来？这么说，是郎有情，妾有意啦。人是你去见的，方巾是你拿回来的。你要再这样，我去找母后评理。评理我倒是不怕，左右不过是一顿打罢了。只是可惜了这一桩好姻缘啦。那这方巾我不要了。不要了？不要？那我也不要了，我扔了。我扔了。嘿，姐姐。可惜了谁的好姻缘呐？我听说，眼下各国君王打算派使臣要来向舒姐姐求亲，不知谁最幸运，能与姐姐结下这桩好姻缘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妹妹人品出众，我也是好奇的很呢。魁梧，张仪从出生到今日，也穿了不少件衣裳，可唯有这件衣裳，张仪将铭记一生。张子快起，张子快起！楚王已经看到在下的策论，明日宣张仪入宫。新仪来的正是时候，好马配好鞍嘛。张子怀才不遇，我和月公主也帮不上别的忙，只能帮做件新衣了。谢芈月魁梧赠衣之恩。回来了。哎，小冉，你怎么愁眉苦脸的？小冉今日怎么一声不吭的？是何人得罪了我们小冉？哎，今日带小冉到东门集市卖姑姑的女工，小冉看中了一把小宝剑，竟要价10金呐！什么宝剑？怎么会这么贵？那宝剑刃如秋霜，真的很好。姑姑不知，前几日老朽给小冉请了个师傅，教他几手刀剑功夫。这师傅啊，夸小冉天分难得，是将帅之才，所以啊，小冉一心想要把合手的宝剑。咱们云梦台入不敷出，捉襟见肘，小冉再等2日，魁姑和你姐姐去想办法。哎，魁姑，何苦为区区10金犯愁啊？张仪为你筹划便是。你有10金？暂且没有。明日入宫见过楚王，张仪便有了。10金太少，100金如何？好了，张子，且不说你眼下如此潦倒，谈论100金如同痴人说梦。就算你日后有了，也与我们无关。说100金就100金，明日午后，一言为定。昨日夏至，这宫中的蚊蝇更多了，也不知这几日大王睡得是否安稳。听说大王新得一夜明珠，放在宫中清凉如水，夜如白昼，100步之内蚊虫避之不及。我还从未听过世上竟有如此宝物。据说那夜明珠就放在南后的兰柜台。哦，真有此物。你带人去兰柜台，就说我要借过来看看新鲜。是。
站住！怎么又是你啊？在下张仪。啊，张子，大王已等你多时，请。哼。不管什么好东西，他都要来跟我抢，那是秦王献给我的，我不给又如何？魏后那边的玳瑁姑姑说是借用。哼，借？珍宝到了魏后手里还有还的日子吗？可那玳瑁就在外面等着，此事总不能僵着，不如先借给他，等过后让大王出面再要回来。拿走。是。寡人读了张子的《玉女论》，张子对这天下的美人，果然是学问颇深。哎，不敢。张仪怎敢在大王面前卖弄粗浅之见？想那屈子在大招之中就有峨眉曼之，容则秀雅之言。张仪早就知道楚国美色尽在后宫之中。哎，不过大王，这列国之美人，大王是否都曾见过？在寡人的后宫之中，未必只有处女，这魏女、齐女、韩女、赵女亦都不在少数。这些个只能称之为女人，称不上美人。拜见南后。大王呢？正在殿中召见张子。张子？哪个张子？啊，张仪，给大王献上了《玉女论》，颇得大王的欢心。开门。是。先生所指的美人是？美人。美人如四季花色，梅令人高洁，兰令人幽怨，菊令人淡雅，海棠令人惊艳。张仪以为齐女多情，楚女窈窕，燕女雍容，韩女清丽，赵女娇柔，魏女美艳，秦女英气，如百花若百宝，争奇斗艳，各有妙处，不一而足。妙哉，妙哉！先生对美女的这番言论，实在是寡人闻所未闻，生平仅见。那以先生之意，寡人如何才能博采深意，体味这美人的妙处呢？大王若能将列国之美人齐集于后宫，日日相对，深吸三味，试问天下还能有谁比大王学问深厚，艳福齐天呢？说得好。可是寡人如何才能收集齐这列国的美人呢？大王以为在下的眼光如何呀？张子对天下美人见解精辟，眼光独到。那就让张仪为大王踏遍列国，寻访天下之美。好，那寡人赐先生千金，就拜托先生替寡人寻访列国的美人，收入我楚国后宫。大王英明。张子不容易，这百金说什么我们都不能收。百金是我张仪的承诺，一谢月公主搭救之恩，二谢魁姑新衣之劳。我们救张子也算是缘分，谈不上恩情。你若真要谢，就谢魁姑的针线吧。哎，给张子做件新衣也是举手之劳，说谢就太见外了。楚国这个地方啊，只敬衣衫不敬人。你看，
如果我张仪早有这么一件心意，这当中哪还会费这么多周折吗？哎呀，一件心意，半个时辰，摇唇鼓舌，收获甚丰。我张仪阔了，小冉也有了买宝剑之金，你们手头还可以宽裕一些吗？听说张子要去诸国为大王寻找美人，这路途遥远，小冉买宝剑也用不了这么多，这些金张子还是带上，以防万一。啊，你们以为我张仪就这些钱财啊？我告诉你们，不出一日，还会有人迫不及待地要给我送来更为丰厚的盘缠。张子竟然用了一篇玉女论赚得大王的金子，这算什么本事？哎，你偷看在下的策论了？张子若行事磊落，用不着对人遮遮掩掩吧？我若遮遮掩掩，你还能看得到吗？我张仪，我敢做敢当啊！那篇玉女论也是为了得志其心，投其所好啊！你这是曲意迎风，不择手段，非君子所为。非君子所为？我张仪是今日不得已而为之，忍屈受辱，为了他日一展胸中之宏图，这才是真君子。你芈月公主不但不应该责备我，你应该夸我才对啊！收下吧。哇，真亮啊！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一呢。颗珠子，是哎，我也没见过。还这么亮，这是什么呀？这叫夜明珠，产自西域。这样的稀罕物件我也是头回见到，所以把你们叫过来让你们瞧瞧，也长长见识。可真亮啊！这可真是个宝贝，夜里看起来像一个小月亮掉在屋子里。此物幽香暗拂，闻起来比那些兰草还要惬一些。只可惜母后不让月儿来，不然没准她能说出个究竟。依我看呐，咱们楚宫可并非只有一颗宝珠。舒姐姐国色天香，冰清玉洁，不也正是我们楚国的宝物，母后的掌上明珠吗？让妹妹看看，是这夜明珠耀眼，还是姐姐耀眼？可不是，这一比，舒姐姐可把夜明珠给比下去了。像这等奇珍异宝，也只有母后才配享用。若不是寿山福海，哪儿镇得住物宝天华？母后，您说是不是？瞧这张小嘴，快赶上八哥了。好了，玳瑁，快去，把我让人新做的冰镇糯米酒和金银花茶端上来。是。张子，敢问是张子吗？正是在下。我家夫人要见你。你家夫人是谁啊？南后郑秀。张子这边请。在下张仪拜见夫人。免礼。不知夫人召见张仪所为何事？听说张子不日即将启程前往诸国，不知是否还会回转？回夫人，那得看盘缠的情形，盘缠使完了，才自然得回来。这里是500斤，外面天高云阔，容张子大展宏图。若张子肯答应永不再回大楚，临行时将再获酬金500，以壮行色。谢夫人赠金壮行之恩。本来我想也可不回，但此次一去不返，总该跟大王当面辞个行。若夫人明日能促成此事，张仪一定会当着大王和夫人2个人的面做出承诺，如何？天气这么热，都这么晚了，我还真有些烦了。是，我们赶紧回去吧。
是稀罕东西，说它能驱赶蚊蝇，夜晚清凉如水，不知真假。不如让我拿回去试它一试。公主，当心！既然是宝物，我以后必然爱惜。若要是追问起来，我就是拿回去赏玩一日。我以后对我一向另眼相看，知道了也不会怪罪我。盖上。月公主，你都不知道那个宝贝有多好，简直值好多个城呢。那叫价值连城。对，是价值连城。月儿虽没见过，但也知道那是好的。至于那香气，我思量这宝珠中间或许是空的，被人填上了外域的香料，所以香气悠然，能避蚊苍。还是月儿聪明，无人能及。我也只是猜测。月儿别具慧眼，快给我想想办法。临近宫中祭祀大典，可我的少司命祭舞还是没有找到其中精髓。照我本意，不跳也罢，但母后哪肯？好妹妹，快指条便利捷径。这便利二字，只怕是最难的。言之不足，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你若能悉心体味少司命的入不言兮，出不辞，晨回风息，在云齐的超逸清雅，那一招一式便有了5成该有的雍容。要不，明日清晨，你我一块儿去荷花池边走走，看看风过荷叶，日映荷花，诗从自然，或许能有更好的感悟。好主意，绿萝，明日一同去。好。大王，在下今日就要辞别大王而去了。楚国的美食冠绝6国，大王今日特意赐宴在下，让张仪口留余香，真的有些舍不得离去啊。先生果然识得这人生真谛，食色性也。人生在世，最大的愉悦莫过于食色2字。今日这美食当前，焉能无美人相伴啊？美人？先不跳了，你们去陪张子九喂张子石。是大王。大王，不，张仪这可使不得，先生承受不起呀。我说先生受得起，那就受得起。知张仪者，大王也。好。大王吃个果子吧。好。大王，平日都是道听途说，今日眼见为实。楚国的美女果然是如云如林呐。张子谬赞了啊，这只是我楚宫里的平常颜色。这些还平常颜色？那难道后宫里藏有夏姬庄姜不成？不瞒，禀报大王，南后求见。他来干什么呀？听说大王要派人周游诸国，搜集天下美人。臣妾就想知道自己是否也列为其中啊？张子，张子，张子，在下失礼，在下失礼。张子，你刚才行为为何如此怪异啊？敢问大王，眼前这位夫人何许人也？寡人的宠妃南后郑袖。在下惭愧，在下无知，
在下井底之蛙，在下真的是对不住大王啊！我不是，这张子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跟寡人说清楚。大王，在下在大王面前夸下海口，要为大王寻访绝色美人，可方才一见南后，我就知道我大错特错了。我张仪喜向来也是游遍列国之人，但从未见过一个人的容貌能和南后比肩。你说张仪的见识如此浅薄，竟然不知道天下最美的女子就在楚国的王宫里。该死！张仪向大王请罪。张仪，大王嘱托在下寻访美人之事，恐怕有负重托，办不成了。你呀，就是见识浅薄。寡人就想嘛，这天底下还有什么好东西是我楚公没有的呀？那照先生刚才这么说，这天下第一美人就在寡人身边了。确定无疑。好，那你就快跟寡人讲讲，寡人这爱妃怎么就成了天下第一美人了呢？大王请看，南后这一对眉，仿若一带远山；这一双目，有如卷上点漆；耳鬓柔弱，脖颈修眉，此乃孤品，不是天下第一美人，又作何解呀？可是寡人记得那日在这大殿之上，先生所说的如百花似百宝，争奇斗艳，各有不同，又作何解啊？在下无言以对，这就将大王所赐千金即刻退回。哎，千金嘛，区区小事，寡人既然赐予你了，哪还有收回的道理啊？大王不仅宽宥了在下的食言之罪，还说这千金不用退回，这岂是慷慨二字所能道尽？此乃君王之胸怀呀！似大王这般胸怀，不得天下有违天理呀！大王，张子，你好一张巧嘴！多谢大王。没想到这个张仪说起话来口吐莲花，但论起见识，倒也稀松。今日还是爱妃让他见识了什么才是天下绝色。大王竟拿臣妾打趣。夏日炎炎，臣妾是日不能视，夜不能寐，衣带渐宽，面容憔悴，这还哪来的绝色呀？怎么会呢？爱妃的夜明珠不是有驱蚊避暑的奇效吗？正是因为听说那夜明珠有奇效，前2日幕后派人来把那夜明珠取走，拿去把玩了。哎呀，爱妃这玉软花柔，不耐鼹鼠的，寡人这细看之下，神色间确实有些憔悴。这样，明日寡人就让人从母后那儿把夜明珠给你取回来。谢大王对臣妾的体贴。郑袖竟然跟我斤斤计较，那夜明珠不过刚刚借用2日，他就让大王差人来索要了。微后若想留下夜明珠，不用理睬他。大王一向孝顺，微后可对大王明说就是。郑袖整日狐媚大王，若真与他争执，只怕弄得大王两头为难。算了，还是把夜明珠给他拿回去吧。是。微后，夜明珠不见了，丢了！哼，这丢的也太蹊跷了吧！这夜明珠在我宫中放置多日的安然无恙，
拿去威后那儿2天就丢了，谁信呢？可魏后说丢了，不信又能如何？他是想黑心昧下我这颗夜明珠，但别指望郑秀我会哑巴吃黄连。走，臣妾郑秀给母后请安。免礼吧。谢母后。我已经说过，这几日暑气袭人，你们心到就行了，不用日日请安，免得劳累心。公主，母后说的是。公主，这几日天气酷热，谁在里面呢？南后在里面。进去禀报一声，就说米音来给魏后请安了。是。哎，等等，先不忙的，待南后走了再进去禀报吧。是。这事情说来也古怪，人不知鬼不晓，这夜明珠就不见了。我派下人去查了半日，都无下落。没有人拿走藏匿，难不成那夜明珠自己受了脚了？戴帽，事情的原委你最清楚。那夜明珠是奴婢遵威后之命从南后那儿借来的，放在高堂台，人人都知道是稀罕宝贝。就算喜欢，谁又敢动着贪欲之心？臣妾心里有数。既然那夜明珠自己跑不了，母后宫中的人又都手脚干净，那东西自然还在高堂台。母后若是喜欢留下就留下了，何必说找不到呢？我这一辈子见过的宝物不计其数，难道还在意你这点东西？臣妾的见识当然不如母后了。不过东西既然是在高堂台丢的，还是应该想办法查个水落石出才好，免得放过了盗贼，冤枉了好人。又或者，母后心慈手软，不愿意对手下的人进行清查盘问。大楚盗律，贼盗律，最轻则砍手足，重则掉脑袋。我眼里从不容杀子。殷公主，我还有些急事，回头再来吧。公主，这可怎么是好？闭嘴！可是，公主拿了那夜明珠，再多说一个字，那夜明珠便是你拿的。殷公主，你手里拿的什么？回殷公主，是舒公主和月公主的针线。绿萝，我刚才在来的路上掉了一个耳环，你可碰巧看见？回殷公主，刚才奴婢一直和月公主、舒公主在一块儿，没有看见。那是我娘亲留给我的银物，甚为珍贵，也不知掉到哪儿去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奴婢帮公主找找吧。公主，绿萝，算了，可能是我记差了，我可能是掉到寝宫里了。灵儿，跟我回去再找找。殷公主，那东西与我性命一般，你还当个什么？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，夜明珠是肯定跑不出宫外的。东西要是现在交出来，威后责罚的只是你一个人；若是被我查抄出来，那受牵连的就是你们全家。我使唤了你们多年，竟不知你们当中有做贼的。今日若不查出来，就坏了我高堂台的名声。永香令，微臣在。你给我一个个去审，
就算剥了他们的皮，也要给我审出个结果。是。都给我起来，老老实实的走吧。这个不是我的，赶紧走。进了永巷，事情自然就清楚了。母后，婴儿思来想去，觉得有个人可疑。什么人？昨日午后，婴儿曾见过有个人来过高堂台，当时并未留意，但此刻想想，着实该有几分嫌疑。贱人生出来的只能是贱人，想来我待你不薄啊，让你跟着舒儿也学点长进。你倒好，竟然胆大包天，敢偷走我的夜明珠。任是金山银山摆在我面前，我都不会动心，更何况什么夜明珠？魏后，万不可借此羞辱我和我娘亲。还敢跟我顶嘴？玳瑁，给我掌嘴！是。母后，母后，求你饶了他吧。打！母后，我求你了。玳瑁，你先退下。凭空说我偷盗，拿来证据。今日我是人赃俱获，你想赖是赖不掉的。婴儿，魏后，昨日午后，婴儿是和侍女灵儿一起看到的。灵儿，说，你都看到了什么？婢子，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？婢子。来人，把这个贱婢给我拉下去掌嘴！说呀！魏后饶命啊！昨日婢子陪着殷公主站在那儿，看到月公主从正殿前走过去，别的婢子真的不知道了。灵儿眼拙，但本公主眼不拙。月公主分明不仅从正殿走过，还慌慌张张地走进去，又走出。胡言乱语！昨日午后，我与舒公主一起去了后花园的荷花池，回来后从未进过正殿。你说你见我进了正殿，我何时进去，何时出来？出来后又见了何人，去了何处？休要狡辩！夜明珠藏于你房里，证据确凿，我不得不惩前毖后，以正后宫纲纪。论罪，本该赐你一死，但念你是先王之女，暂且关入永巷，明日去衣杖摆，再施月刑。别说砍去芈月双脚，就是碎尸万段，没有偷，就是没有偷。且等明日，我看你的嘴还有多硬。母后，此事定有误会。昨日一整日，月儿确实与舒儿在一起，夜明珠之事与她并无干系。捉贼拿赃，你不要再为他开脱了。我不是为他开脱，我说的是事实。我这么做也是不得已，杀一儆百也是为了你们好，免得你们被这个贱人都给带坏了。皇公子，绿萝，何事让你如此慌张？皇公子，月公主不知怎的，竟成了偷夜明珠的贼犯，现已被囚禁起来了。明日就要施月刑，被砍去双脚。舒公主正为此事而着急呢。皇公子，也请你想想办法，救救月公主吧。怎么会有这等事情？她一定是被人陷害了。赶快把事情的经过详细跟我说说。皇公子，你找我啊？看你这人，有话就说嘛。是你拿了夜明珠？是，或不是？是又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你拿了就拿了，为何要栽赃别人呢？怎么？微后明日就要砍去芈月的双脚，让你心疼了？你也是女儿家，你的心怎么能如此之狠呢？月儿从来没有爱过你的事儿，你为何要这样对她？说起来，事情落到她身上也是碰巧了。不过，她的确爱了我的事儿。
月儿爱你何事了？皇公子说过，你自小只喜欢芈月一人，他若从此不再出现了，你是不是就可以去喜欢别人了？殷公主，你把月儿害苦了，我就算是今生不娶，也不会对你有半点情意。你说月公主遭人陷害，是，但威后向来固执，只怕即使我出面，她也不听一个字。夜明珠是南后的，太子能否说动大王和南后去过问此事？这很难说，不过我可以去试试。谢太子。威后，大王跟南后来了。这么晚了，他们过来做什么？说是找到了偷盗夜明珠的真凶。是吗？芈音，大王告诉我，说你亲口向皇公子坦诚，夜明珠是你拿的，因为嫉恨皇公子与芈月亲近，故而栽赃于芈月，可有此事？母后圣明，婴儿自小由母后抚养，待婴儿宛如亲生，该深知我的心性。那栽赃陷害，均为卑鄙小人之作。芈音与芈月无冤无仇，即便再不堪，也不会使出如此下作手段。皇歇，殷公主适才不是这样对我说的，她说月公主碍了她的事儿。不错，皇公子，我是对你真心倾慕，也知道你与芈月偷偷眉目传情，但就算我再喜欢你，也不能为你而替他背这个黑锅啊！殷公主，你也算是王室血脉，你怎可满嘴胡言，出尔反尔呢？皇公子用不着气急败坏，芈音没有做过的事情，如何承认？你们二人到底孰黑孰白？月公主被人陷害，大王明察。大王母后，婴儿冤枉，被人诬陷。爱妃，你看这……依臣妾看，这两人当中，定有人是在诬陷别人，也有人是被人诬陷的。都是些没用的废话。母后圣明，应当比臣妾心里有数。苍天在上，皇歇所言字字是真，望大王威后彻查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束，却生得一缕孤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你水暖，为谁寒？换不回一人入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心诉，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。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，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星，恨如骨，生死在
事，少